好，继续来关心咱国内台南市区这议会理事长林树杰的枪杀案。顶日啊，伫咧高雄市掠到一个姓张的男性，也毋过因为证据无够，所以已经放人。另外，这警方阁有找到捌是林树杰新北的人，也毋过目前也无伊涉案的证据。这桩案件也未结束，结果昨昏伫咧台南的安平，阁发生另外一桩枪案，加在是无人着伤。 命案发生一礼拜，台南警方掠人的脚步无停，毋过日前伫高雄林府所掠到的中性男子，从认定无够明确的事情来证明伊牵涉着案件，限制带机出境出海了后，放放回去。警方嘛，搁再掠到捌是死者新北的嫌疑人，外传有可能是透过着死者名义伫咧外口生事，才会引起着这个命案。目前这个部分还没有查到啦，目前还没有查到，也没有。 目前也还未接获到这方面的一个情资啦，但是并不排除可能性。警方表示无证据来佐证着传闻，但是任何可能因拢无排除。只是这个枪杀的命案也未侦破。13号暗头，台南市安平区又搁发生着枪案，过程嫌犯摕着改造的枪，向着徛家来开枪，铁门缝大出一孔，警方伫现场找着枪壳，还有枪头一粒，加在无造成伤亡。郭姓嫌犯因债务纠纷，日前遭殴打成伤，因心生不满而持枪至现场开枪。初步调查，本案与日前林姓男子遭枪击案无关。 台南警方表示，安平这案是债务纠纷所引发，初步已经排除甲命案有关。毋过，议会理事长的命案还未破，又搁出现新的枪案，嘛，互民众会当讲是真烦恼。记者王柳婷、明昭款个报道。